被告，为什么你不是这样？你有办就是这点哦。被告，被告，有人劈腿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大家来到汉仪班赏松，那今天一样是要来进行独家暗自 say， 暗自 say， 没错，要 say 什么呢？那我们先来自我介绍，娜娜口。大家好，我是刚刚要讲台语，娜娜口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来的大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关少文。大家好，我係馬來西亞女 CC Y。大家好，我係黑英仔。好，没错，我们今天呢要猜题的就是我们最会给提示的关关。我要来猜喽！好恐怖哦！我也很会猜，我觉得我们写出被骂哎。大家都很怕被他骂，是不是？遊戲規則也係一個合作遊戲，四個提示人要寫下答案的提示，含講用漢語念出來。哦，聲音哦！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一次，就會造成小錯。團內人有2敗機會，係講跳一敗團唔錯嘅。聽耳朵做得用 QQ， 大家叫下合作團出答案，就做得完聲音無聊。那請關關戴上眼罩跟耳機啦。好，那我們今天的題目是醋。哇，醋。这你应该很擅长吧？对，但是我怕老派，我怕说一些翻桌菜，你知道，鹅啊米耍要加，这个真的，这个很怕撞到啊，对，真的很怕撞到，而且又不能写太难，他不会听。对，他不会听，对，他会问我们这是什么，可以吗？开始作答。哦，喂，我怕我写的很短呢，怎么办？3个字，10个字以内嘛。对。等一下，好，好嘞，好，那我们来3、2、1，请翻版。啊，我们要差很多了啦。好，酸酸甜甜。好，那我们男跟女都擦掉你哦。要擦掉哎，那就尴尬，那就尴尬。其实你们2个真的可以走了，我们2个都可以猜得出来了。哎，男跟有都没有了，我是女友哎，跟别人玩的，我什么东西啦？你这个猜出是我投给你啊！需要课语老师的可以先老师替我们启发给老师。情侣吵架，捅被高，有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叫醒他吧。哎，这个可以啊。好简单哦。我刚刚是很久吗？很久，因为我们内耗过一轮2首歌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他们都准备好他们的暗字 C 了。我们先从娜娜口开始来念给你听。我是请领熊草，请领熊草，请你吃饭，我应该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滴答的，我的来了，酸酸甜甜，哎，标准，顺顺酸酸甜甜，酸酸辣辣，甜甜，酸酸甜甜。等一下，好，快 CCY。捅被高，为什么你不是这样？你有办就是这点哦。捅被高，痛到不行。那尹真，来电如滚筒丝，有戏份哦。对，你看，好难哦！表情有，再来一次。来电如滚筒丝，你捅被高，捅被高，情侣吵架啦！我是酸酸甜甜，情侣吵架，酸酸甜甜。被告，被告，有人劈腿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是一个名词，是一个名词，一个短句吗？但是它的是重点，它的才是重点。酸酸甜甜，对，它的那个是那个东西，他演出了他的重点，对，酸酸甜甜情侣吵架。对，一个东西名词。我们第一轮的答案是。对，是他劈腿，答错了。好，那我们赶快事不宜迟进入第2轮，你要翻牌还是补字？我觉得这2个一定要翻一个啦，因为劈腿酸酸甜甜嘛。要翻牌对不对？你觉得要翻你的吗？你就跟是差不多。你看看谁讲的比较多字，翻那个。好啦，翻你真的。买礼物给，你要看了，你要看了，它有空格，你要有空格，什么不小心被擦掉什么了。同事？男生买礼物给女同事，然后
然后换我，对，导致情侣吵对，架。然后他算，天，然后我的眼就要头配你高不，用了，你退出，你认猪队友。你永远退出。对，酸酸甜甜。酸甜。来了，关关第2轮的答案是醋。对，没有人写水饺。对啊，如果写小笼包，应该会猜到。本来我们都要往这个方向走，结果我们都往到位。行業班上宿，歡迎來到我嘅 Barbie Bus， 入去 coffee、有 tea 係咪？講一講行業，同朋友講，反而講跟別人玩，教一隻詩呢，反而講玩。像我細時節啦，有當到芭比娃娃嘅人講誒，我做唱嘅扮家家酒啊，家族自家係阿爸阿妹，客家按用文講呢，講教家啦翻呢，教。家下哦，啲遊戲地度哦，幾萬人講啊，哪口講嘛嘅情侶吵架，客家再講想吵。講到情侶吵架吼，我看動到誒，咩聽動到誒，像我隔壁嘅阿花，哦，佢當日同男朋友想吵呢，錯半夜佢將拿男同事嘅禮物跟男朋友哦做實吃，哦，吵到3更半夜，我都唔掉誒，想吵。實吃，唔單將男朋友好實吃，女朋友咪當好實吃哦。我感覺吼，談戀愛嘅人就當好實吃，不過也係講戀愛哦，係講實嘅哦，人哋我講爽吃，實爽吃，安尼啲嘢吼，看好按到誒，韓做的講比巴士呢。講很多酸吃，講酸吃、白吃、無吃、白吃，酸醋、白醋、無醋、白醋，酸吃、白吃、無吃、白吃，白吃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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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吃，係一條上演阿哥記麼？我研究咧，我沖比巴士滾湯，再沖一擺，酸吃、白吃、無吃、白吃，酸吃。啊，咁我現場，當初有乜嘅面試嘅？當場有酸酸，有甜甜，奇怪哦，酸酸甜甜。咁講有人在實吃啊，唔怕，我先搞唔掉，我將來尋酸酸甜甜嘅素菜喺那邊，酸酸甜甜。好，我一下看一下，嘅酸酸甜甜嘅面試到那邊咯，應該7把魚就會嚟，7把，做乜計啦？實吃原來也就係愛情嘅初上面。有誰的你有點不知道他到底在寫什麼？頭變高，头配高，因为我猜到很多字。哦，本来里面是什么？女友跟别男人玩。还好是翻你的，我的是